是三角恋，三角是这三角还是这三角？你们这三角都有。哦。因为的确我们都以为月老是你。对呀、我本来以为是我，就月老要找一个更年轻的才能突破大家的印象。是情敌吗？其实没有算情敌，因为他是神，我怎么样都不会是他的对手。不是啊，这个不是情敌啊，应该这可以破梗。其实啊，是三角恋，三角是这三角还是这三角？你们这三角都有。哦，对，那就是六角六角花的意思，六角。那你自己如果感情不顺的时候，你会去拜月老吗？感情不顺不会拜月老，因为我觉得感情不顺这后面是自己的个人的想法意志，然后拜月老通常都是求姻缘。有这个需求吗？以前有求，就是很久以前有求，但后来发现月老都不愿意给我那个信灰，然后后来我就问他说，是不是要我认真工作，不要分心，然后马上信灰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就没有再求过了。哦，今天阿克还说要祝福你的眼睛。祝福什么啦？这真的只是朋友。他好烦哦。你戏拍完有时间去健身房的话，会再遇到吗？刚好我都没有时间去健身房，因为我现在每天都在录音。哦，对，好像接了。就还有在见到过他，没有哎、就那个绯闻出来那个。对啊，他才刚发现，然后又投入录音工作。那真的很好，那还好，我在今天晚上到早，然后都中午12点多了，认真去啊。对啊，那个没什么嘛，就是健身房而已，就是什么。可是他不会闻他闻你的发香吗？他没有闻我头发。